受到毀滅性打擊嘅印第安社會，瀕臨滅絕嘅西部野牛，美國持續超過100年嘅西部開拓歷史，究竟帶嚟過乜嘢影響？今日就跟住阿姐講奇聞，一齊睇下啦！充滿機遇嘅遼闊土地，優雅又勇敢嘅牛仔形象，粗獷而且自由嘅生活方式。美國西部片喺銀幕之上為我哋描繪出一幅神秘同時充滿魅力嘅西部風光畫面。呢幅有別於美國東部井井有條嘅景象背後，承載住成個19世紀美國人對大西部嘅集體記憶同幻想。所謂嘅美國大西部，一般係指密西西比河以西一大片嘅地區，以1803年路易斯安那寇地作為重要標誌。美國人對西部邊疆嘅開拓歷程持續咗超過1個世紀。當然唔同於浪漫化嘅西部片對西部生活嘅藝術呈現，真實嘅西部生活其實充滿住艱辛同挑戰。喺大批美國人到嚟之前，西部最主要嘅居民其實係數量眾多嘅唔同印第安人部落。去到19世紀中葉之前，大約有15萬名印第安人生活喺美國西部地區。除咗印第安人之外，西部地區曾經歷經西班牙同墨西哥統治，亦都分布住一啲由西班牙人同墨西哥人建立起嚟嘅社區。佢哋同印第安人之間一直保持住密切關係，亦因此為舊西部世界建立咗一套相當嚴密嘅等級制度。喺呢套等級制度入邊，最上層係西班牙人或者墨西哥人，而擁有自由身份嘅印第安人就處於中間層。至於處喺最底層嘅，就係因為戰爭淪為奴隸，又或者因各種原因脫離原本部落嘅人。佢哋被稱為扎尼扎羅，意思就係冇部落嘅印第安人。平原印第安人係西部地區分布最廣嘅一群印第安人，但係佢哋並唔係單一嘅族群，而係對美國大西部平原地帶入邊唔同印第安人部落嘅一個統稱。呢啲部落之間有時會選擇結盟，有時又會互相針鋒相對。喺平原印第安人之中，唔同部落嘅生活方式其實都唔完全一樣。有啲部落主要過住農耕嘅定居生活，亦都有啲部落以狩獵為生，長期過住游牧生活。而喺平原印第安人入邊，雖然唔同部落都擁有各自多樣嘅文化特色，但係佢哋之間亦都存在住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全部都非常好鬥。平原武士其實係由平原印第安人之中嘅男性成員所組成嘅一個重要階層，當中以蘇族武士最為人所熟知。實力強大嘅蘇族喺19世紀早期，憑借武力優勢，幾乎控制咗整個西部平原。對於細心又有準備嘅白人嚟講，平原武士同樣係一個極之難以應付嘅敵人。不過，就好似其他印第安人聯盟一樣，欠缺足夠團結，始終都係佢哋最致命嘅弱點。當然，白人亦都確實有刻意透過各種唔合法嘅談判同埋相關政策，將唔同印第安人部落刻意分隔開嚟，從而分化佢哋原本整體嘅力量。另外，出於經濟利益考慮，白人大量獵殺印第安人賴以為生嘅水牛，直接破壞印第安人嘅生存根基，同時亦都大大削弱佢哋抵抗白人進犯嘅能力。據資料顯示，由1865年到1875年，喺白人殘酷嘅獵殺之下，西部水牛數量由超過1000萬頭，急劇減少到不足1000頭，逐步走向瀕臨滅絕嘅邊緣。由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係白人移民同西部印第安人之間衝突最為激烈嘅一段時期。喺呢段時間入面，雙方衝突持續不斷，甚至發展到接近戰爭嘅程度。而且除咗聯邦政府對印第安部落生存構成直接威脅之外，一啲非官方嘅白人治安團體亦都展開咗極之殘酷嘅獵殺行動。呢啲獵殺者為咗攞到賞金，甚至會以印第安人嘅頭皮或者頭顱作為領取賞金嘅證明。總括嚟講，喺同實力強大嘅白人進行長期對抗之下，幾乎所有平原印第安人都逐步陷入明顯嘅劣勢狀態，再加上疾病、貧困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由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印第安人人口數量由原本15萬人大幅縮減到大約3萬人左右。1887年正式頒布嘅杜威斯法案係徹底瓦解北美印第安人社會一條極為關鍵嘅法案。呢條法案唔單止剝奪咗印第安人對土地嘅所有權，仲明文禁止印第安人舉行傳統嘅部落宗教儀式，對印第安部落結構同文化傳統造成極其沉重而且毀滅性嘅打擊。雖然印第安人一直拒絕被白人強行同化，但係佢哋自身利益同白人文明擴張之間所存在嘅根本矛盾早已注定，印第安人最終只會成為白人利益之下嘅犧牲者。
大量美國人遷入西部，除咗對印第安人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之外，同時亦都為西班牙人同墨西哥人嘅傳統社會帶嚟翻天覆地嘅改變。對少部分西班牙人同墨西哥人嚟講，佢哋反而有機會跟隨美國移民一齊捲入美國資本主義不斷向外擴張嘅浪潮，從中獲得新嘅致富機會。但對大多數人嚟講，美國移民嘅到來意味住長久以嚟原本存在嘅公共社會制度同經濟體制逐步走向瓦解。例如以農耕同畜牧經濟為主嘅西班牙人社區就因為美國人湧入而失去大量土地。較為強勢嘅美國移民利用各種機會一步步剝奪原本屬於西班牙或者墨西哥精英階層嘅政治同經濟權力。去到19世紀80年代，加州地區原有嘅貴族幾乎已經消失殆盡。至於更多普通人，要唔係隨住西南鐵路鋪設，逐漸淪為受東部美國僱主長期剝削嘅勞動階層，要唔係只能屈身喺西部新興嘅礦場同農場之中出賣自己嘅勞動力。總括嚟講，佢哋全部都成為美國資本主義不斷擴張之下被迫處於從屬地位嘅社會底層。面對美國移民對原有社會秩序嘅衝擊，西班牙人同墨西哥人當然亦都曾經作出屬於自己嘅反抗。例如喺1859年，因為不滿自己嘅土地被美國移民強行侵佔，喺一位名叫胡安科爾蒂拿嘅牧場主帶領之下，長期積壓嘅不滿徹底爆發，一批墨西哥人揭竿而起，突襲布朗斯維爾其中一座監獄，將入邊所有墨西哥犯人放走。其後科爾蒂拿仍然持續襲擊德克薩斯州嘅美國人社區，直到1875年先被墨西哥政府拘捕。除咗大量向西遷移嘅美國人，喺日漸貧困嘅歐洲，甚至世界其他地方，好多人為咗喺新世界揾更多發展機會，都陸續漂洋過海嚟到美國西部。喺呢一批海外移民之中，嚟自中國嘅移民人數最多。截至19世紀80年代，已經有超過20萬中國人移民去到美國，其中大部分人選擇定居喺加利福尼亞，佢哋嘅人口比例一度佔到成個州嘅1/10。嚟到美國嘅中國移民幾乎全部都係自由勞動者。由於中國人一向勤力，1852年嘅加州州長曾經公開表示，中國人係最早被吸納嘅移民之中最有價值嘅階層之一，並且呼籲引入更多中國移民去補充嚴重短缺嘅勞動力。但係中國人係因為勤奮肯做而受到歡迎之後，亦都因為呢個特質慢慢遭到美國人敵視。19世紀50年代，喺一連串不公正法令陸續實施嘅背景之下，再加上白人礦工嘅敵意同埋淺層採礦利潤下跌，有唔少中國移民被迫離開採礦行業，轉而投身鐵路建設之中。由1865年開始，多達1-2萬名中國人參與全美橫貫鐵路，特別係西段鐵路嘅建設工程。鐵路公司非常歡迎中國人，因為佢哋唔單止夠勤力，而且缺乏勞工組織保障，對人工嘅要求普遍都比較低。到1869年，橫貫美國嘅鐵路正式完工之後，成千上萬失業嘅中國人又再大量湧入城市，去尋找新嘅生存機會。去到1900年，加州有一半嘅中國人都集中居住喺城市，其中舊金山嘅華人社區更加成為當時全美規模最大嘅華人社區。隨住華人社區喺西部城市不斷壯大，白人居民嘅反華情緒亦都開始越嚟越高漲。勤奮嘅中國勞工能夠接受較低嘅工資，令感到利益受損嘅白人勞工群體因此產生極為強烈嘅不滿情緒。透過打壓中國人所帶嚟嘅政治價值不斷被放大。1882年，美國國會喺政治壓力之下，再加上持續增加嘅暴力事件，最終通過咗排華法案，喺10年之內禁止中國移民進入美國。同時，已經移民嘅中國人亦都唔被允許加入美國國籍。華人當然無法接受呢一條全新嘅法案。作為華人社區行政核心嘅西部6大華人會館，為咗反對排華法案，曾經組織過聲勢非常浩大嘅上書行動。佢哋向總統請願，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但呢啲努力最終都收效甚微。移民浪潮為西部經濟帶嚟嘅轉變，其實亦都係為西部社會帶嚟眾多變化之一。自1848年第一次喺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之後，採礦業好快就成為推動西部經濟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動力。無論係個體採礦者定係大型企業，一批又一批蜂擁而至嘅移民，幾乎喺一夜之間就將一啲採礦營地發展成一座城市，例如丹佛同埋維吉尼亞城。不過金銀礦嘅發現雖然令人興奮，但對大多數人嚟講並冇因此而暴富。除咗極少數人幸運咁揾到金銀，獲得一筆可觀財富，更加普遍嘅情況係
隨住表層礦產逐步減少，只靠簡單工具嘅個體採礦者，要唔係失望而回，要唔係選擇留低。加入擁有深層礦產開採能力嘅大公司，充當最辛苦嘅勞力。事實上，相比起執着又虛無嘅採礦經營，人性之中嘅貪婪或者先至係最快致富嘅方法。例如，有一個叫做塞謀爾布蘭南嘅男人，佢好敏銳咁察覺到隱藏喺淘金熱入邊極之難得嘅致富機會。布蘭南一方面創辦報社，大力宣傳發現金銀礦嘅消息，另一方面就透過售賣採礦相關工具，令自己嘅財富迅速累積起嚟。據講，布蘭南係美國西部第一位百萬富翁。喺興盛咗唔到半個世紀之後，隨住採礦難度上升，金價持續下跌，再加上工業化帶嚟其他行業快速發展嘅全新致富機會，西部嘅採礦業大概喺19世紀末就迅速走向沒落。畜牧業喺西部不斷轉變嘅經濟之中，成為咗第二個重要產業。德克薩斯長角牛係構成西部畜牧業嘅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呢種源自西班牙牛嘅後代，屬於引入嘅牛群品種，可以喺野外或者半野外環境之下進行長時間放養。正正喺呢一個基礎之上，西部逐步發展出一種相當獨特嘅畜牧經營模式，亦即係由牧場出發驅趕大量牛群，一路前往市場，並且喺途中進行沿途放牧。而呢種被稱為長途趕牛嘅方式，本身其實存在一定風險，例如途中有可能遇上匪徒印第安人，又或者戶田農戶嘅襲擊，但最少可以令偏遠嘅西部地區同東部較發達地區之間建立起實際嘅貿易聯繫，提供咗現實可行性。同一時間，隨住東部鐵路不斷向西部延伸，牧牛人亦逐漸開發出更加多元嘅銷售路線，例如堪薩斯州嘅杜奇城同埋威奇托，內布拉斯加州嘅奧尼拉拉同悉尼，仲有懷俄明州嘅沙伊安以及拉勒米等城市，都曾經係相當重要嘅牲畜中轉站。由於聽聞養牛業利潤相當可觀，唔少東部嘅美國人，甚至包括英國投資者，都陸續開始投資西部草原。呢個情況亦都令到西部養牛業嘅結構逐步轉向企業化經營。但亦都正正因為養牛業出現過熱嘅投機行為，再加上鐵路建設推進，以及農民對草原嘅侵佔，開放型畜牧業喺19世紀80年代又遇上惡劣嘅氣候環境，最終遭受到毀滅性嘅打擊，而且再都未能恢復。自此之後，大量牛群長途跋涉嘅畫面逐漸淡出人們嘅視線，取而代之嘅係嚟自封閉式畜牧場嘅牛群，經由鐵路系統被運送到唔同嘅市場。無論係印第安人部落嘅瓦解，定係採礦業嘅興起同衰落，又或者係畜牧王國嘅發展，美國西部嗰種蠻荒形象同美國東部嘅城市化進程形成咗非常鮮明嘅對比。佢亦都曾經承載住好多人對開展全新生活嘅希望。但係不斷崛起嘅資本主義經濟影響之下，呢片最後嘅濱江土地，最終都係被吸納融入更強勢嘅現代文明社會。落日映照出嘅餘暉好靚，但世間萬物始終都要一步一步邁向新嘅一天。多謝各位收睇今期奇聞日事，歡迎大家留低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唔該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我係阿姐，同我一齊踏入呢個充滿未知嘅神秘領域。